40+的你仍然為咗一份人工而勞心勞力，每日分工8個鐘頭，俾上司同埋同事轟炸，手停口停，仲要自我安慰話人工包埋㗎，總叫有一份穩定收入啊。但當你50歲嘅時候，你能夠消耗嘅本錢同埋可以選擇工作嘅機會只會越嚟越少，你能夠傾嘅條件只會越嚟越低，因為社會係好現實殘酷嘅。如果你仲唔為自己創造一啲主動收入或者被動收入，到你真係被淘汰嘅一刻，你就會連重新振作嘅力氣都冇啦。副業係為咗自己嘅理想生活而努力，成就自己嘅夢想。打工係為咗成就人哋嘅夢想，唔係話嗌你而家就唔打工，只係打工之餘，亦都要為自己增加第2收入。只要揀啱跑道，努力3至5年達至經濟自由，仲係咪需要打工？你可以自己話事。與其擔心前景，不如而家就馬上開始行動，作出改變。總係讓人後悔嘅，唔係遲咗開始，而係你從來都冇開始。有冇諗過一套護膚品可以為你改寫你嘅將來？